Bilibolo唱唱跳跳又来了，亚拜来到好山好水的花莲县，天也是地位度，看得到小朋友带来的油桶花舞蹈表演，华丽的服装，轻柔华丽的舞蹈，带动了现场的气氛。主题呀，还有精彩的单人扯铃表演呢。接下来，俺就看下来欣赏小朋友的表演咯。天主的上场的是细细的客家，为大家带来轻柔华丽的舞蹈表演。稍等，俺就看下来看呐小朋友的演出了。苏哈，客家小草打天下，可爱事情一点毛，三 Q 台顶给中山国。客家好客我请客。Everybody 来集合，谁们要讲中山国？精心搭配我欢乐，客家好客我请客。Everybody 来集合，谁们要讲中山国？精心搭配我欢乐。是哈克把音在吹着，靠球星靠出来了美国，中暑的人们来吃饭，我一等就来中山国。我请客 ，Everybody 来集合，谁会爱讲中山国？精心搭配我欢乐，客家好客我请客 ，Everybody 来集合，谁会爱讲中山国？精心搭配我欢乐。Everybody 来集合，谁会爱讲中山国？精心搭配我欢乐，客家好客我请客。Everybody 来集合，谁会爱讲中山国？有痛法。我们都是真功夫，耶！好，你等下要做30吗？
有吗？要。好，那你自己上台要有被领，不然你那颗领到旁边怎么办？然后你把那你在运领的时候，尽量把每一颗领都调整。好，你那个领跑的角度很漂亮，3颗的速度都一样。表情不要紧张，笑一下。脚进去的时候，那个脚背要压直。你那个如果你的那个3颗很难看，就那个动作其实它已经有前后的话，就很对。可以吗？歪很多呢？先收，好。你有办法调整歪很多那一颗在左边吗？我学扯铃已经3年多了，我从2年级的时候就自发性的想练扯铃，然后3年级的时候就加入了扯铃的社团，然后现在被选到扯铃的校队，和校队里的同学一起到各个地方表演。1年生的时间，体育课都去练习，就想讲哇，那声音动厉害的，一定要很去来练习。啊，其他的校队里边是一定厉害的声音。今天表演的内容有要表演3铃，然后3铃我觉得它最难的地方就是加速要打开来的时候，3颗铃很容易撞在一起，然后我花很多时间才把它练起来。对，他其实也是到外面比赛的时候，看到有很多选手，他们已经在开始练3铃了。那我们学校还没有人开始练，那他就利用一个寒假的时间，每天在家自己练习。后来练起来之后，现在已经变成我们那个校队里面的小小的教练，都是我们现在3铃的小朋友都是要练习，都是请他负责在教的。对，所以他现在已经很棒，变成教练级了。 3铃有一招叫做滚抛，就是我常常在练习的时候，3颗会卷在一起，然后就一直练，就会很生气。他有时候生气的时候，就练不好的时候，就会坐在旁边，然后自己生气啊，有时候还会哭。可是他就是在旁边自己发泄完过后，然后起来练习，就变得更厉害。 所以其实他们在练的时候，就要不断的动脑思考，说我的动作是哪里要做一些细微的调整。尤其到他们现在程度比较高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都要靠自己去体会那些细微动作的变化，这样子。其实泽燕她小时候很害羞，然后他有时候很容易就是会很紧张。那在扯铃第一个表演会让他训练他的那些大将之风，然后再来就是他在练习的过程中会让他比较懂得去面对挫折。每次去比赛都会遇到一些很强劲的对手，还有一些很强的教练，然后我会就是去找他们签名，想要做纪念。像是这个是在宜兰一个很有名的许宏明老师，他教的学生都很厉害。那他们会一起，他们比赛的比如说前一个晚上，或是他们其他练习的时间，他们会去请教别的学校的教练，然后帮他看一下动作。对，所以像许宏明教练也有教过他一些，指导他一些小地方调整的地方。对，所以我们带他们出去比赛，他们就会也认识更多的人，然后对扯铃的这个领域的人有多一点认识，然后知道说自己可以在网上会到什么程度。因为毕竟我们在花莲其实练的学校不多，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别人到底有多厉害。那到外县市比赛，其实他们就可以接触到更多厉害的人，然后让他们更想要激励自己。有的时候练很难的动作，突然练起来就会很高兴的跑去找老师，然后我一定会更上一层楼，会更努力，加油！學習乜嘅建議都會堅持，不管遇到乜嘅困難，再猛練就會成功哦。接下來，我就叫下來欣賞小朋友帶來嘅茶廊表演。